头起先，咱要来关心的就是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正草案，也有刑法部分条文，表示国会做拢已经伫昨通过三读，包括总统的国情报告、国会调查权、听证权，也有人事的动议权，也拢已经完成立法。即马民进党团是要提出释宪，行政院也表示为着要保卫宪政的听书，会来提出复议。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正案经过4版议会审查，即被三读通过。条文修正通过。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内容包含总统去国会国情报告、藐视国会法钱、国会调查权、听证权甲人事动议权等关键条文，已被完成三读定数。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，民进党团准备好实现相关规划。特别对违宪条文提出释宪，相信证据就算会知道，不过证据一定会到位。民主已死，国会已亡。民主进步党，我们准备好了释宪的相关的规划筹备，我们即将对于这样一个违宪的条文提出释宪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박君基表示，这是执政党开另外一个战场的开始，会奋战到底，互调查权甲听证权在台湾定根。行政院确定会提出复议，我想这又是执政党打开另外一个战场的开始。我们再一次的表达，我们会奋战到底。民进党主席郭文泰讲，经过30年国会改革，总算三读完成，历史会留记录，痛苦的过去，改革的成功，继续为台湾民主深化来努力。强而有力的国会可以跟这个做到这种分权与制衡，这才是国家的确保国家可以长治久安。不管国民党或民众党，对民进党来讲，他是一个竞争者，不是敌人。对民进党团要申请释宪，行政院长杜荣泰表示尊重。行政议会会照宪法征收条文规定的定数，将这摆修正案移请立法院复议，来重视捍卫现行的定数。总统府昨半暝回应总统赖清德仰望民意关注重大政绩法案，调查第三读了后，议员有继续对话调查的可能，但回应个人民意的诉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